身为苗栗客家人的吴家统里长，已经做了9年里长。他说，成功的关键在于诚信。帮里民量血压、写资料，这样的工作对吴里长来说，9年来如一日。人很不错啊，一直做服务很周到。我们服务很好啊。身为苗栗客家人的吴家统，目前是新店市国风里的里长，连任3届，9年了。一个客家子弟如何在少数客家人地区打拼竞选连任成功？他说：“诚信2个字。”这里客家人面对以服务的精神，非常那个亲切的面对啊，此言语言，所以感觉到很无合作啊。第二，当初我想到讲客家人啲啊，很正直面子，并没讲我出马来风头。吴小妹妹是里长的小孙女，平常在家里，吴里长都会和小孙女说说客家话。3年后还要续任吗？吴里长说，就看里民能不能给他第4次的机会，继续为国风里的居民服务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在苗栗县南庄乡有一家咖啡屋，咖啡桌用的是已经派不上用场的匾额，送咖啡的人力则是用流笼来代替。哎，匾额不是应该挂在墙上吗？怎么这会儿全都横躺着，被当成桌子使用呢？这位从小就生长在南庄客家村的老板，可是位前任乡长，脑筋动得相当快。因为任内获赠的匾额太多了，挂不完丢掉又可惜，干脆搬来咖啡屋当桌子用。树匾材质非常好，讲我做潮州啊，所以要大送的哈。啊，我又买重要的讲啦，本去做成标啊，做成标又不适合啊。没看过吧？这家咖啡屋不但省了桌子的钱，连请服务生送咖啡的钱都用流笼省了下来呢。流质的东西啊，行路用头会夹出来，用流笼啊，反而会达到有效果是会动好啊，而且时间要赶，下来他们1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很好啊，这一种创意啊哈。不管生意好不好，前乡长物尽其用，让这家位在客家村里的咖啡屋变得很不一样。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。提到客家菜，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姜丝炒大肠，其实红烧蹄膀、客家小炒以及咸汤圆都是客家人的招牌菜。大火快炒，再加点调味料，一盆香喷喷的客家小炒就呈现在餐桌上。客家小炒堪称是客家人的招牌菜，阵阵的鱿鱼香味让人难以抗拒它的魅力。我觉得它这个客家菜的味道很香，好，它的佐料香菇啊什么都弄得很好。红烧蹄膀则是另一个道地的客家菜，黑毛猪肉再加上独特的调味料，先炸后蒸，保证让你垂涎3尺。咸汤圆也是客家菜的代表之一，汤头和佐料可是这道菜的秘密武器。客们像我葱的蒜头圆、下拱、小猪肉，等等呢。专家说，客家菜要好吃，调味料不可少，咸度和酸度如何拿捏，让菜肉的味道发挥到极致，香味四溢，才是客家菜的最高境界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